夏寶龍離港嘅時候，一個豎起大拇指嘅點讚畫面引發唔少解讀。如果結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嘅分析嚟睇，呢個動作傳遞咗幾層清晰嘅信號。第一層係中央嘅關心與支持。劉兆佳指出，夏主任今次嚟港係一次有針對性嘅旋風式調研，釋放出中央對香港長遠發展嘅高度關注。喺呢個背景下嘅點讚，首先係一種肯定特區政府現階段嘅工作方向，包括推進5年規劃、經濟發展以及創科佈局。第二層係督促香港做好5年規劃。劉兆佳表示，中央唔只係期望，更係喺督導香港做好首份5年規劃，並對接國家15/5發展戰略。因此呢個點讚唔只係鼓勵，更帶有明確信息。未來5年，香港需要交出見效快、含金量高嘅成果，以提振社會及國際信心。第三層係把北部都會區正式推到核心位置。劉兆佳強調，北部都會區能否盡快見到成果至關重要，亦解釋咗點解夏主任此行高度聚焦北都。佢認為北都係香港對接國家發展嘅最佳平台，尤其喺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、數據與信息流嘅銜接方面，具有先行先試嘅關鍵作用。換句話說，呢個點讚某程度上就係對北都作為香港未來發展引擎嘅定調。第四層係對香港產業轉型與治理模式轉變嘅認可。劉兆佳指出，北部都會區嘅推進，標誌住香港正由過去小政府大市場轉向積極有為政府。佢認為，若北都發展取得成果，將意味住特區政府喺職能轉型上告捷，讓政府職能轉變從此走向長遠化同制度化。同時，政府喺政策、土地、資金上嘅更靈活做法，亦有機會成為未來治理嘅新模式。最後，仲有一個值得留意嘅細節，夏寶龍此行唔喺香港留宿，而係即日返回深圳。結合整個北都佈局，呢個被視為一種非常直觀嘅信號。香港與深圳嘅融合正在加速，而北部都會區正係呢種融合嘅關鍵節點。總體嚟睇，正如劉兆佳所講，呢次調研帶嚟中央嘅關心與支持，同時亦清晰提出要求與方向。呢個點讚既係肯定，更係任務。接下嚟嘅關鍵在於香港能否喺未來5年將呢個讚變成實實在在嘅發展成果。